杨振达，我觉得你 N 地价哦，这边写是主管呢，主管哦，主管敢会想介少年，想介迄帅气无？别，你买赛啊？帅气你不要烦乐你买赛啊？ 30年前喺剧场的时阵哦，我咧背台词是上烂的，上到袂记的，那然后你安怎练呢？啊，就是慢慢练啊。哦，我嘛是啊，拄到剧团的时阵嘛是迄个，我背台词上介慢，上介含慢的。我嘛是啊。尾后我经过我迄个拍拼吼，我招一个更较戆的入来，我就唔是。自从伊开车啉酒了后出代志啊，就开始咧烧酒啊。啉酒开车咧是安那，先去弄着人，弄着人就是出代志啊。啉酒开车弄着人出代志了后，啉酒开车出代志。弄着人啦。台语来，规礼拜六暗时8点，正是看台语我上赞。